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Jackie。我本來以為空氣清新機除咗換濾網就冇乜新意，點知發現咗呢部可以自己砌嘅 Appros 模組化空氣清新機，每個濾網模組都可以按需要換唔同功能嘅組件，一部機就有齊多種淨化功能。今日開箱嘅係 Appros AI600專業級空氣清新機，等我哋先睇下個外觀。呢部機嚴格嚟講係八角柱形設計，頂部係八邊形機身，有塊5寸觸控屏幕，出風口喺頂部兩側。成部機係塔式結構，側面睇到有5層，兩邊有按壓式卡扣，打開就可以換濾網。底部配置萬向輪，推嚟推去都好方便。等我拆開晒所有模組，睇下入面係點。打開就見到每個模組好似三文治咁，一層搭一層，相較傳統結構，過濾效能更好。最底層為 F7 初效濾網，用嚟隔塵同埋頭髮依啲較大污染物。第2層為風機模組，採用德國 EC 風機，風量又大又靜，淨化效率更高，仲有10年保養。第3層係5公斤重嘅 TVOC 高效濾網，入面全部係柱狀活性炭，原理同防毒面具差唔多，有大量活性炭作過濾用途，一次過過濾大部分有害氣體。W 型濾網設計，增加空氣接觸面，可以更好咁分解甲醛同 TVOC 同埋本類有害物。成個濾網都冇用膠水，唔會有內部污染。第4層為13級醫療級高效濾網，用嚟過濾細微污染物，好似細菌、病毒、致敏原。每一層組件都塞滿密封發泡膠，用軟膠封實，密封性做得好好，運作時好靜。Appros 專做環境淨化，細節位做得幾好。除 DIY 功能外，普通空氣清新機濾網都係固定嘅。呢部機每個模組都可以換，有4種唔同組合模式，而家用緊全能模式。仲可以加濕度模組，淨化空氣同時加濕。新屋專用除甲醛模式，專攻甲醛分解，對本類同 TVOC 淨化效果更為顯著。專業除菌模式，專門對付細菌、病毒同致敏原，啱晒敏感人士。講咗咁耐，等我試下個效果。喺睡房做測試，見到長時間唔通風 ，TVOC 數值好高。為測試單次過濾空氣潔淨度，我特登將檢測儀放喺出風口，開機之後數值跌得好快。因為塔式設計，加埋多重密封，出風口 PM2.5 降到0之後一直保持。3重淨化好有效，經過一段時間淨化，室內各項空氣指標均達安全範圍，淨化效果顯著。呢部空氣清新機仲通過咗專業級認證，過濾致敏原好掂。養寵物嘅唔使驚毛髮敏感，仲有個特別設計，頂部5寸觸控屏，除咗顯示空氣質素，仲可以睇天氣，設定自動模式。同調校風速，好方便。濾網剩餘壽命同更換提示都睇到。多重密封設計，睡眠模式好靜，唔會嘈醒人。如果屋企有對空氣敏感嘅人，或者養寵物，又或者新裝修，想快啲入住，預算又夠嘅話，可以直接買呢部 Appros AI600全效型空氣清新機，輕鬆解決屋企空氣問題。